以前在上学的时候，留学的时候，有一个东欧的同学，他的名字叫 Vladislav， 我到现在都记得。那时候我就管他叫拉夫或者 love， 因为他跟爱那个词有点谐音嘛。他很喜欢户外，性格也挺独特的，然后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无话不谈。那时候我去他家，我就睡在他床上，因为他个子很高，他就睡地上，然后我们经常卧谈到很晚，也不知道都谈什么。有的时候这个户外下了雨，他回来以后，你就不知道他从哪会弄了一些蘑菇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过，他妈妈会用牛肉炒这个蘑菇。我说加黄油吗？他说对，然后我就说我给你做一个吧，因为他也喜欢吃有点辣味的。那时候这道菜去他家，不是经常做，但也做过很多次，他非常喜欢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炖鸡。今天这个菜呢，用的是丛林香菇。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你可以用普通的香菇来代替，但是要多泡水，或者新鲜香菇，或者其他你能找到的蘑菇。这个是花椒粉。把牛肉先拌一下，必不可少的牛肉跟花椒粉、胡椒粉非常搭。我买的这个花椒粉还是蛮新鲜的，然后胡椒粉，这个我为了省一个碟子，我把酱油跟蚝油放在一起，牛肉跟蚝油也是很搭的，再加上我们的绍兴酒。不过在国外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会加这个威士忌或啤酒，姜末，然后加一点淀粉。加了一些香油。如果你有鸡蛋的话，还可以再加半个蛋清，不过这个不是必须的。牛肉好就可以了，把牛肉抓拌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是胡椒爱好者，重度的胡椒爱好者，所以白胡椒之外，我还挤了这些新鲜的黑胡椒。我们先炒一下姜末和葱花。在国外的时候，念书的时候，那个锅啊，那个灶啊，都没有那么热，没法爆炒，但是正好是可以用煎的方式，这样也很香。相信有留学经历的朋友都有过这个场面吧，就是等这个油温升高，把牛肉简单的炒一下，不要炒老，然后加入我们的蘑菇。蘑菇要把硬的那个部分剪掉一些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。不过我们做学生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。但那时候胃口很好，然后跟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做饭，就很开心。放一些糖提鲜，而且呢，这个糖跟肉一起煎可以产生一定的美拉德反应。美拉德好像是个法国人，他的那个法语发音好像应该不叫美拉德，应该叫麦亚。把我们的这个韭菜花放进去，韭菜花是我的创意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放辣椒，还有一些买得到的蔬菜。夏天呢，6月份其实是韭菜花最好的季节了。哇，你听这个声音，这就炒得了。那个油的颜色来自于那个蘑菇。拌饭，或者是加在你的那个墨西哥小饼里面，都是绝配。
我们再做个汤，就是不需要勾芡的，鸡肉酸辣汤。我们传统的酸辣汤很好喝，但是呢，它第一我嫌它有时候勾芡太重了，第二就是它营养密度还是差一点。这个菜呢，我现在做这个改良版、创新版，可能很适合健身的朋友，打打牙祭。用鸡胸肉，健身的人家里最不缺的就是这个，切成丝，然后买一点黄瓜，切片，不要太薄，太薄的时候到最后你看就知道了，它容易失去它的脆感。我很喜欢切菜这种感觉的声音，好像挺解压的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晚上睡不着觉，也可以看看我的视频。这个有很多人看那个户外建造助眠的，这个是就是玉米笋，英文叫 baby corn， 就是玉米没长大的时候，连这个心一起吃的，它是很增鲜的。这个玉米笋啊，它是跟各种汤绝配，就是你汤里面不知道想加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加玉米笋，而且这是这个季节应季的。再切点姜末。如果你要把做饭当成一个任务，它就很烦。但是如果你沉浸在其中，你就想我怎么把这个姜切好，我怎么把这个肉拌好，那其实很解压。然后在你做饭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你可以怎么说呢？就思考一些很多其他的事情。我们加淀粉，再加一些胡椒粉，然后把它拌匀。最后加一点盐，拌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鸡丝你拿去炒，炒完了卷个墨西哥那种饼或者葱油饼也都很好的。我冰箱里还有一点虾，冻虾，应该买新鲜的，但是我就把它一起放了。虾也是脂肪比较低的，把它们拌在一起，然后加点油，加点姜末，这里我用的是一个电陶炉，就是它会直接产热的，它不像电磁炉。电磁炉呢，它是通过 induction 来产热，这个是直接产热的，适合各种过滤。然后我剩了点那个前面的丛林香菇，把它煎进去，它会增加这个野油的风味，增加你汤的风味。一个小秘诀吧，其实平菇是最鲜的。要买不到这些香菇，奇奇怪怪的，你就买平菇吧。然后把我们的肉丝和虾切成蝴蝶状的虾加进去。你家里需要一双长一点的筷子，最好是木质的。然后，你看很多这个专业厨师都说啊，把这个肉丝给我摊开，就是让它分离，不要让它落在一起。他们管这个叫汤。筷子其实炒菜是很爽的一个工具，也是加入我们的好一点的绍兴酒。我用的是女儿红，你多花一点钱要比料酒好很多。为什么要用料酒？它真的很香。然后加入我们的汤，实际上这也是，如果你把鸡胸肉换成鸡腿肉，带骨的，这实际上是做鸡肉清汤的一种好的办法，只是不加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今天做的酸辣汤，所以也加醋，而且我加了，你看了很多醋。不要吝惜这个醋，要多加，因为酸味会煮出去，它是醋味。然后我们已经加了很多次胡椒粉，现在还要再加一点。我是胡椒粉重度爱好者，号称外号是这个用胡椒粉勾芡的人，所以我们这道菜不需要勾芡。
然后用中小火，大概4成火力把它煮开。打完沫子呢，加一点我们的玉米笋。玉米笋千万不要煮太久，1分钟足矣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会失去它的口感和鲜甜。黄瓜垫底，把汤舀到里面，这样黄瓜永远是脆的，而且黄瓜不要切得太薄，我前面说了。非常香，打一点香菜，倒一点香油，完了。Beef mushroom and chicken sour and spicy soup， 也就是 hot and sour soup。欢迎订阅，感谢大家的欣赏，谢谢，再见。